就是因为反对着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入校园，早起有30外个家长团体组织伫立法院表达诉求，讲袂当摕囡仔健康滚生笑。 含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马上就要进口，这嘛有可能入到校园内底。伫立法院的门口，原来有30外个家长团体咧集合，要求囡仔伫学校中昼顿绝对袂当食到含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。伫立法院内底，教育委员会调研嘛，正在讨论学校卫生法，在野党嘛特别对23条有意见。 仅仅入法保障孩子的中餐，我们还没有讲到早餐跟晚餐。我们只谦卑的希望部长，您在午餐里面能够保障孩子们的健康，为什么不行？饮食只落在23的单一条文，都应当有一个学校饮食的专法来处理。民进党想讲后摆再来定学校饮食法，但是在野党并无同意要求直接修法，甚至也有人咧推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提案要修法，竟然阁去立赢的立委扣来。 我们其实也清楚知道，民进党的委员你们应该会有压力，我们也非常的同情你们。但是180万孩子的健康，你们不可以把它置身事外。囡仔伫学校中昼顿袂当食到含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，这考一张公文敢有够？其实做老爸老母的上关心的也是囡仔的健康。